古人將天地濃縮成平安球嘅內緣同外緣，令我諗到《禮記》裏邊講嘅環取無窮。佢講嘅平安球唔單止係我哋睇到嘅總水式，佢更重要嘅係濃縮中國人嘅處世哲學。喺我哋工廠裏邊，除咗手壓，首先諗到要做嘅就係平安球，因為佢好受歡迎。呢一個就非常之大個，係用一個手壓心去做嘅，好到夠。呢個起碼50加嘅一個直徑，好啱中意總水大式嘅男人。呢一啲哪怕係冰種大飄花嘅，佢每一個花色都唔一樣，就算係同一塊料，有一啲係做到一個正式白冰，佢有飄花嘅部分，我哋就可以做到好山水意境嘅一個球。呢啲嘅平安球，我哋女士戴就會將佢鑲成唔同嘅扣頭，呢個花花嘅扣頭加咗一啲天然嘅南非珠，靈活咁樣將佢戴喺身上。咁佢唔單止係一個好好嘅飾品啦，咁佢亦都係每日護佑我哋，提醒我哋知行合一。有啲朋友係中意山水意境，有啲中意白冰，亦有中意係綠色傳統嘅款式。呢種平安球亦都好適合送俾啲小朋友去出世啊，或者讀書啊，作為一種重要階段嘅里程碑，好好嘅禮物。我經常講，如果你諗唔到咩啱自己嘅題材，平安球一定冇錯。我哋嘅平安球實在太多，除咗呢度嘅呢一部分之外，呢度下邊個櫃啊，仲有呢邊同埋嗰邊嘅一列嘅櫃裏邊都有唔同款式、唔同底子嘅風格嘅平安球。如果你對平安球想了解更多，不妨同錢錢交流一下，關注我賣翡翠唔踩坑。